后染粉高加工，喺国内已经发展了20年呢。我其中有一种菩提草，如果少年底哦，苗栗铜锣嘅青衣德15年前开始种菩提草。菩提草係树命能一年嘅草本植物，故所当年如爱重新种过，改好工。为草多增加菩提草嘅价值，青衣德特别练出100叶106树，除了罗瓦提面色、面拍板、行中也都食品以外，还进一步用提保养品、洗身能、番茄也都清洁用品项，安尼草本植物的利用又多一项来源。点种解决医疗后，部分嘅业已经是得利用。青衣地同来同日头底下，无限等采收经验嘅铁皮菩提草。菩提力量假使系接听到，唔过讲呢种植物按照菩提草还当心食。青衣地讲，目前在台湾只有佢台面石头种。经过嘅台湾大学嘅陈教授啊，推荐讲个啊一种植物啊。多种体力，因为哪一个种植专来也苗栗铜锣上也搭地方来种植。15年前，青衣地听讲菩提有丰富嘅营养，用此下那个心态，佢将基本体全部改种菩提，希望为自家寻到事业天意春。因为菩提草属于野生植物，本来做农嘅青衣地就利用一条技术，好好规划来种菩提草。一种植物用哈，因为种到一个普通的田哈啊，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上杂草，好插草用么好像比植物生来行较急，哈，故所用么好我加一层个塑胶布用么好啲钳的，你话好则唔会乜嘅了，则唔会杂草生到当多啊呢。虽然检定防插草嘅塑胶布。不过，就会遇到唔少反应嘅植物对碰到生出来，所以一般下我用手帮拍。另外，当然同整体之前，青衣地也会丰富你嘅养分，本菩提草使得生较长豆。试过嘅种安尼芥末啊，用嘛嗬，用芥末来直接来做对皮啊来望整体家下用嘛嗬，按做先撞落去地步用嘛嗬，故所。只爱水看顾好些来就好，因为好唔是个食品是嘛个。菩提草属于人原生植物，三个属土嘅当然4、5月点钟，大约1个月就是在采收几个叶，然后每20日左右又会生长。到秋天东北季风来起，用嘛嗬，叫我鬼下落叶落青青，而且落叶落得起，用嘛嗬，啊鬼頭嘅就用嘛嗬。所以夾嘅條倒起來些，個頭隻嘅部分啊，我就去做乜嘅呢？做菩提茶。青衣地講，菩提草嘅葉含有嘅營養真豐富，所以採收咗那個菩提草，必須將葉拿落來，拿到葉了後會攞做粉。来做各种加工用途，除了之前，还能用机器拍照将食得。它最好绝对做唔得喺阳光底下，有日头嘅地方啦，有冇好撇开日头嘅地方，因为要保留嘅个叶绿素，叶绿素，因为叶绿素拄到日头去，有冇好我俾日头吸皮，我俾日头吸皮，拄到光就我俾日头吸皮，故所以有冇好做唔得喺日光下邊有冇去做一條工作。爷爷做粽子的就是这个东西，知道吗？粽子。就点下。啊，好，给你吃。開個建議嘅葉，看起來有點像茶米，再經過磨粉同一條加工，使得運用到當多嘅產品相擺，像係面食、粽、保養品同清潔用品那條另外一種產品。做食品加工，好食品加工，像有冇好做客家人士的板條誒，好面條，好面線，洗髮精啦，好沐浴露啦，有冇好個洗面皂，甚至於做到肥皂去，所下來去做茶包，去做茶包。
因为它含这个植物性的胶原蛋白啊，好，胶原蛋白，好，其实属于一种 pH 值当高的东西。叶绿素啦、B 群啦，甚至还有一个很丰富的硒，它的硒和一般的硒不一样。一般硒可能说阳光啊、照射啊会变化了，怎么样会造成不好的？其实这个菩提经过高热之后，它的特殊的这个元素还存在。当到草本植物因为有热带养分，所以我本人加工作生活用品，甚至係食品。请伊哋当初也係看準了點，自家結合元萱同菩提草提升變做經濟作物。雖然過程當中仲係接接失敗，不過佢就係一失敗一表示。也因為安尼，產品一樣嘅推出，一參先有新手感嘅，就係清潔用品嘅加工。工人無限定包裝，一塊做好嘅菩提草茶菇，雖然弄到一個小空間進行，不過大家一撒做一行，專業當順勢。其實菩提草茶菇就係到基地草地板加入菩提濃縮水，個透過專業技術。做出兩條茶菇。以前针對菩提要萃取以前在技術上面可能會有一些困難。那現在我們透有先進的一些科學的一些技術，來去萃取它。目前來講，我們萃取的成分是濃度是相當高的。工人每出一批貨，代表請伊哋嘅產品又過一擺受到歡迎。雖然目前對象都推銷弄外自家來，又係要民眾嘅接受度係冇當過。不過上網打造經濟化同獨特性嘅行銷策略，唔單請本請伊哋行過15年來嘅起起落落，到嚟下同草本加工搶到市場，行家證明當初嘅堅持冇拍了。